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明，咱看到讲全球 COVID-19 疫情有影严重吼，即阵连咱台湾吼嘛受到影响。咱看到讲华航货机的这个技术哦，在全球世界杯啦吼，即阵小连续已经逼出吼几来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尤其咱看到讲7天以来是9个技术确诊，另外还有一名这个技术的这个后生吼，嘛同款是来确诊治着病啦吼。咱讲哦，台湾的防疫实在又搁面对着一个大这个挑战。即阵哦，咱看到讲指挥中心嘛下令讲，华航这个机组人员来全面来做采检吼，拢总按算是1272个人吼，拢紧来爱完成吼。有人嘛讲吼，这注预防车的速度是毋是伤过头慢的吼？即阵咱讲速度嘛会催一个爱加强一个啦吼。另外咱讲吼，即阵就惊这个检疫有浪胖，但是拢即阵嘛讲吼，华航爱比较着这个集中的这个检疫所，另外咧嘛会派这个保警啊，还有这个护理人员来去进驻啦吼，来辅导因来做检疫啦吼。但是嘛有人咧质疑讲，这个检疫这个时间，自过去咱讲哦啊，这个3天变5天，5天又搁变3天啦吼。这个咱讲时间改来改去，有人就是要讲吼，改互这个技术人员，因为他去做一寡这个排班的这个运用啦吼。但是这回咱就讲，可能这个9名致病这个案例内底，就4个伫咧检疫期间吼，期满的时阵来。采检出来吼，虽然看到讲，但是中即阵嘛建议讲，是毋是爱来规个调整着这个防疫做检疫这个规定，过来一摆做一寡这个调整啦吼。虽然看到讲，其实咱讲这9例，也是讲吼，连这个后生安尼拢总加起来10例吼，感染源拢也未确定啦吼，所以大家惊讲，到底是毋是暴力同病院这个案例再起，然后真正爱小心来应对。另外来面对着华航技术哦，小连续来确诊，咱讲吼，这个检疫5天变3天吼，有人讲可能就是这个哦。上重要这个原因吼，和疫情扩大来炭烧。某人讲吼，是毋是这个全台湾吼，无论是华航也好、中营也好、青武也好，即个航空公司，拢来做一摆来做采检吼，今日做伙来做一摆来做一摆检视。现在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元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位，咱要邀请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永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咱要邀请有做过这个预防销咱的这个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必中。大家好，真欢喜来到这个节目。所以咱要连线吼，来连线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常务理事，嘛是华航的这个技术陈培培。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先来带大家来了解吼，这回这个事件吼，已经加滚到这阵啊，咱嘛看讲，这7天以来有9个人来确诊吼，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后生吼，相信这个指挥中心讲啥，先做来听。今天我们跟大家多报告哈2个案例哈，是1102跟1105。1102是一个哈，他居检完毕哈，那3天居检完毕，那经过我们这个例行的采检哈，那就是阳性。那1105是我们这个在召回的机师的一个采检哈，那2个是阳性。对于其他的机组人员做扩大采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哈。那目前我们认为，第一个华航为什么会相对案子比较多哈？因为事实上它飞的频繁很多。然后第二个，我也认为就是说，有的情况是很难去避免的。我觉得总共现在的采检呢，过去这整个1272里面，我们到昨天PCR 已经采了514人那检验阴性的是511人，那3位是阳性。虽然看到这回这个疫情炭烧啦，尤其这个机组人员这个部分，是毋是因为华航这个案例，台湾所有航空公司这个机组人员要来全面采检，但市场部长头头讲无排除啦继续咱来请教这个技术职业工会常务理事陈培培啦咱来先请教你这回华航安尼炭烧，所以有人咧建议讲，是毋是全部这个航空公司所有人拢爱做这个采检，尤其是血清啊，是这个抗体这个采检，你安怎看咧？毋是讲，即摆毋是讲爱，我有需要做这个采检，已经是开始咧做啊。阮公司这3天以来按今仔日早上甲昨日，阮3天已经甲有伫台湾，不管你是休假还是你说伫咧休困，只要你毋是伫咧居家检疫的人，你嘛毋是伫咧外站的人，拢甲伊全部拢叫倒来。是。甚至有的人有班。
本来飞拢把它停落来，可以来做这个采检。最主要就是想讲，尽量来做全部的一个采检，来确实一个好，这看伊是结果是安那安尼。是，这是华航的部分嘛吼，但是咱这阵有讲到的吼，是这个全面的这个航空公司，今日伫记者会头顶有记者就问了讲吼，其实这个中英航空公司看到华航这个案例，还是讲这个勤务啦，吼，等这个航空公司全部的这个机组人员，是不是因为咱讲5天变3天，吼，这款的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吼，抵输这回浪胖，所以爱做其他航空公司的这个全面采检，你安怎看？我感觉这不是浪胖的代志，不是这个问题啦。因为你听陈部长伊的记者会伊嘛有讲吼，因为进前是虽然5天，啊，不过5天内底你是会当搁继续派飞出去的吼。也就是讲你若转来，虽然讲你若无上班，你都爱伫咧厝的居家检疫5天，啊，不过这个过程当中你若是甲你排班，会当飞长程的吼。较长的班，就是讲伫咧外口过暝的，比如讲美国、澳洲啦、澳洲遮个所在吼，安尼会当派班。啊，毋过即摆的3天是3天，你伫伫厝内底，你袂当派飞，你袂当出门就对啊吼。所以我感觉这2项内底吼是无共款的。是。那陈部长讲的吼，咱旧年其实吼，旧年按这疫情一开始的时阵吼，阮就是这个3天爱伫咧厝的。居家检疫，然后加上讲，阮后壁11天的这个自主管理，安尼一个阶段吼。规年其实是拢无什么咧，一个咧都无的吼。是。啊，今年颠倒是今年年初的时阵，阮甲改做5天，啊会当连续来派飞，这样的状况到即马咱来验出来，较有这个案例。其实我嘛是咧感觉讲，应该是这个连续派。飞只安尼一个方式，可能是伊的危机会比起码讲3天无拜飞的这危机较悬淡薄。就是讲咧，疫情的这个时阵吼，咱讲咱讲这个防疫期间吼，还是讲咧检疫的这个期间，伊其实有这个派飞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啦吼。咱先感谢。因为迄当中吼，阮若是会当连续派飞，阮会当连续3班哦。是。比如讲我今仔日。美国回来吼，我本来是爱停5天伫咧厝居家检疫，啊，毋过因为排班，不可能休1天，我就飞出去啊。是。吼，啊，飞出去了后，我搁回来理论上我是搁爱5天，啊，毋过因为需要，所以公司会当搁互我休困1天，我搁飞出去。吼，安尼规个这个时间有真长来讲了，我回来，我去外口飞回来，我。并无讲完全的一个居家检疫做了，啊，搁来做 PCR 的检测，我都不会出去啊。所以当初其实一开始吼，我嘛是对这个安尼一个这个程序，我感觉奇怪的。安尼就是意思讲，你若即马一班飞出去，安尼若不行，你去染疫。意思是讲，你讲继续飞，你就是甲你的感染源，你就是只会传给你。继续传，啊，搁。因的可能考虑是讲，啊，你袂拖去外口，因为你无出社区，吼，你要甲拖你的当体尔嘛，吼，因为你无咧出去啊，你甲他上班尔，可能有这个当初可能想讲这个，可能觉得这样子会限缩这个感染，可是问题是现在就变成，你看，就是变成改成拢是阮机师内底，而且即嘛是真奇怪，是讲拢是无共款的机队人吼，安尼来讲。就毋是讲阮到底飞出去的问题，到底问题是出伫咧倒位？其实阮家己嘛就想要知影，因为阮已经吼做甲即个抗战了吼，你也知影，阮拢是家己嘛是真小心嘛吼，阮毋领做防要求的这个内容，阮搁做愈侪，因为阮无想讲阮去哪里倒来拖阮的厝内的人啊吼，啊莫讲我的同事啊，阮嘛是足惊的啊，啊毋过即摆阮做甲。这种抗战嘛，结果阮个人染疫，我嘛是其实就想要知影，阮就想要互机关去甲阮讲，拜托你甲阮讲，阮到底是倒位个会当注意。了解，就是讲吼，旧年啦吼，咱讲全球疫情咧传时阵，其实咱看到讲啊，台湾的这个吼航班这个安排吼，其实嘛是3天咧安排，但是因为吼出代志了，咱讲排班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吼。咱先来看讲吼，这9个这个技术内底，吼这回确诊因这个排班状况吼，到底是安怎？咱看到这个案吼。1078啦吼，是本国籍的这个技术吼，就是顶礼拜4月20吼，这2个来确诊吼，咱看到因吼，第一个是4月12日吼，这个
底度的航班4月14甲4月16是飞这个美国这个 Anchorage 啦这个是咧阿拉斯加一个机场另外咱看到伊小连线嘛，才隔一天虽然是底度和长度的做伙去排班但是咱就看到讲按1079这个部分4月70甲12飞印度哇，有影是重灾区啦搁有 Luxembourg 另外4月14飞甲4月16飞甲这个美国同款是 Alaska 这个机场遮两个部分拢是带着这个英国这个变种病毒啦另外搁较使人这个意外就是讲这个印尼籍嘛是同款这间国际航空公司的这个机师40外岁。咱讲4月23确诊，另外咱嘛看到讲4月23啦另外就是讲这个10岁这个囡仔是伊这个爸爸伫澳洲所来确诊的这个部分啦伊的爸爸这个带做伙啦所以尾手咱看到讲爸爸伫咧澳洲确诊了后，再伊的这个后生嘛确诊共款伫咧大家惊吓就是4月16参加台北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活动另外按1091嘛是共款这个印尼籍的这个技术共款嘛是伫咧清真寺有做活动啦另外按1092是这个本国籍的这个技术40外岁伊当阵飞这个 New Zealand 这个 New Zealand 好，这个有这个 The Netherlands 荷兰另外4月22飞这个日本咱讲伊的这个长度的咱讲伊这个小连线这个隔工差不多嘛到6日啦但是伊是毋是啥物时阵来确诊的，目前也搁调查啦所以咱看到讲尾手今仔日搁新增加2个。按1,102甲这个按1,105啦一个30岁，一个40岁啦4月7甲4月7、9甲4月16甲4月22拢是飞美国啦小连线咱嘛看差不多隔7天伊就搁飞到美国去咱讲真正是毋是这个排班的这个因素另外咱嘛讲到这头前这4个部分拢是英国这个变种病毒啦所以咱即阵看到这个有人嘛讲爱紧去注这个预防针，但是即阵佫有这个风声啦，就是讲啥为什么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讲这个咱讲华航的这个技术注预防针这个速度伤过头慢啦咱先请这个研究员你安怎看？我即摆来讲一个我先看你家己注意看咱因为咱即摆知英国的即摆变种病毒头咱即摆有4个例其实即摆咱的一寡研究报告其实因知影。目前的英国变种病毒的主要的范围英国是一个啦，是欧盟有较少，但是即马在欧盟内底是德国甲法国嘛是有，是，但是英国是最大宗，目前有60%的感染者拢是英国变种病毒咧英国，是。另外一个两位的重灾区就是印度，甲澳洲，是，好。那个欧洲，那个澳洲，澳洲。这三位呢，是即摆知影是讲超过50%的拢是英国变种病毒。是。但是英国变种病毒有一个特性，包含长啦，罗伊军副署长伊有咧讲过，伊的传染力也提高。另外，伊的致死率也提高。是。伊的传染力提高。看起来敢若提高呢，其实唔是安尼讲。对阮来看是表示讲伊的病毒在体内愈来少的时阵，但是伊个拢能具备传染力。是。你若来是讲，伊若病毒咧少的时阵，咱要检验的方法咱拢有一个所谓的limitation， 就是限制性限制当病毒咧少时，咱无一定测，用方法 PCR 方法测袂到，但是咧。伊阁是有传染的风险伫的。你若照安尼来看即摆来看，回过头来，咱即款案例你来看，其实是来讲，你来看伊的 CT 值无悬是，拢差不多30偌济尔。但是呢，目前就表示讲，你可能有测到的是阴性的，有时测到个阳性，就变做咱就歹去判断伊到底有感染着。OK。所以即摆再回过头来，咱即摆是3天到11天安尼方法。是看起来是上重要是后壁迄11天内底，照理讲应该是爱个慢慢是约束讲机组人员应该所谓的自主管理就是嘛是人多的所在还是卖去啦。你若来看时是不是会使减少进前这个一个案例的发生啦？尤其讲你看，伊咧抄印尼籍的机师，伊个去走去台北的清真寺活动，迄人是人足多的所在。所以有法度在自我管理，人较多的所在卖去，是可能咱的所谓的本土感染会
风险就会降低啦。这是我的想法。就是讲吼，咱虽然吼有这个排班的需求吼，5天吼，即阵甲伊拖长变也是讲吼缩短吼变3天，但是讲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时间吼，尽量莫去吼人吵杂这个所在吼。小连刷，咱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回吼因为这个华航技术小连刷咧炭烧，然后咱讲确诊的这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清真寺吼，这个穆斯林这个部分嘛，做一寡吼消毒的这个部分，先做来看。为好步入桃园病院急诊室边仔的采检区，透早就准备好势，要替华航机组员来采检，也甲做新冠疫苗，就惊技术染疫这个事件佫扩大。台湾科技大学是利用周末假日紧急展开全校的大消毒，因为校方面调查，校内师生当中有65个人，伫16日天捌去过清真寺来参加活动，就是甲染疫技术同一场。校方面和参与的师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学生也拢改用线顶学习上课，到30为止，拢暂时未当去学校。这个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也就是说，现在为止，这些年轻人或学生在台北市到底有哪些人？那需要我们做哪些疫调？目前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疾管科还没有接到通报。因为华航技术已经有9位人染疫，包括伫澳洲确诊的印尼籍技术，其中第7位染疫技术确诊了后，家己讲。飞去德国进行手术的时阵，当地的地勤人员到3天调整分喙，并无挂手套，怀疑是安尼感染到。呼吸道的黏膜，包括比如碰到我们的眼睛、碰到我们的鼻子、碰到我们嘴巴的东西，只要沾到病毒，都会感染我们嘛。工作人员拿一个吹嘴，上面刚好污染到病毒，给你吹，去测试酒精。这些都是会造成感染的。国内专家是建议，指挥中心应该针对这个定接触到国外旅客的高风险族群，亲像讲航空机组员、船员者，定期做血清抗体的检测，来了解到整体感染率。同时应该赶紧安排注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这回这个华航技术9个人确诊目前也唔知影这个感染源到底是啥物有人讲可能是个外站一个管控一个大问题啦但是咱嘛讲这个技术实在是真无奈这个排班的这个问题嘛去做应用其实因伫外口嘛是真辛苦啦尤其咱讲这个外口感染源有影真济，可能这个饭店嘛是无做一寡这个消毒啦有影真艰苦啦所以咱嘛只有一寡这个部分伫咧机舱内底是专程挂这个喙炎含这个手套啦要上这个飞行机进前嘛用这个酒精甲这个拢甲消毒过啦有技术甚至这个飞行这个入贴啦拢规本来做消毒啦杯卡疫情严重的这个国家无爱去食这个咱讲点心也好啦，这个暗顿也好啦连水都唔敢吸啦所以伫咧外站这个饭店自行这个消毒，甚至家己炸这个床单等等这个部分，但是也阁袂当防。这其实因为咱讲咱已经真顶真，但是全球疫情就是遐尔严重，尤其你飞去英国遐，这个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甚至是一个印度也好啦所以这个技术人员嘛是真无奈，继续请教苏卿姐。确实是真无奈，你想看卖，到即马已经1冬外，因呢飞出去，淡遐呢免凊彩出去行动，因为惊讲外口真严重。是。转来呢嘛共款，爱自主健康管理嘛是免凊彩行。我看你已经1冬外，咁你坐家嘛无遮尔久，你知哦。所以讲我感觉即阵代志大家先想讲，其实咱遮技术真系真辛苦吼，先大家要了解这点。第二点就是讲是安那，讲你若接顶真是安那去外口佫会感染。我感觉一个真重要代志，咱全球咧做防疫吼，我感觉咱台湾上顶真啦。所以你去看吼。伊去到外国吼，伊毋是甲我直接讲我落飞机，我连去拖我行李去饭店呢。我台湾可能爱等，我爱等下食，我爱等下便所，去坐巴士，去我的饭店里。这所有的行的所在，这环境，咱拢知影讲，这个病毒咧环境内底用去存一段时间。所以准讲迄当地这个人也是无做啊遮尔认真，伊可能无一定你。水龙头顶缘有啊，无一定你手拄啊，甲你调整吹嘴无做，拢可能会感染，所以因其实就是真悬的风险。所以无，甲即马甲着已经表示因足细腻啊吼。可是咱即马要注意的是讲，已经有人得着，咱来看讲到底第感染源咱无一定会知影，可是咱会知影讲到底是安那，但咱的台湾甲伊传出去。因为即马你去看伊迄机队死的机队毋是讲拢。
唔是讲拢共一只飞行机，所以咱才讲啊，到底因这4个机队的人是安那的路线？安那去互相去画着，这还先知，因为你也唔知因是互相画着，还是讲一个环境内底有一个什么所在，你永远就唔知讲到底有这个危险，咱就免解决。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就讲安尼是不是啊？吼，我你讲后摆恁淡仔厝住14天，我讲安尼太不理智了吼，因为实在是讲人手无够，啊，第二个讲实在的啦，咱拢知影讲这个病毒伊一个。传染的高峰期吼，可能5天左右嘛，所以其实吼重要是后壁这个部分。就是讲你健康管理的时阵，我是不是莫去甲人伤济的所在，这是可能较重要的部分。啊，至于这种预防下的部分吼，即马大家有人讲啊，你都无通选啦，你免想要等别种疫苗来，因为就是你有啥就敢注啥，因为毕竟就是讲你就是出去，你的风险就是遐悬。可是。我感觉咱嘛是爱主动人权吼，人是毋是讲我一定爱你甲我讲我爱做，我一定爱做，是毋是讲？因为咱进前你讲注意防下的时阵，但是中讲咱是阮用互你才优先呢。不管你是医生，还是你是技师，还是讲你是其他有可能是高风险的，咱是互你优先，是互你一个选择，毋是讲因为你优先，所以你一定爱拍。啊，那有可能因为即届疫情就讲啊，毋是你即摆毋是优先哦，你是一定爱注射，而且根本是违反咱动车时的设计。所以咱免即摆因为情绪来就讲，你看恁哥拢你华航，所以你拢爱做，拢无爱做。我讲咱个想的一个讲。这边违反人的选择嘛，而且因为毋是无爱做啦，因为迄当阵就讲第一，因一直飞来飞去吼，啊，伊即摆嘛毋知有感染着啊，毋知影有感染着时，你家己做嘛是无好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咱即摆豆豆较慢一个，咱来想看觅到底因是安怎感染着，啊，咱即摆内底安怎解决，啊，外口即个清真寺的问题，我一个朋友最近真痛。伊讲，我即摆伫等我伫等啥？伊讲，吼，我迄天有去清真寺啦。啊，可是我咧想讲，我有买着迄保险，毋知叫我去居家。迄张500块啦。嘿，伊讲我迄张500块迄个保险我有抢着，即个清真寺毋知叫我去居家隔离无？伊即摆伫等趁10万块啦。是啊，但是咱嘛，伊是想要趁啦，可是阮希望讲买，吼，因为。咱台湾有一个好处就是讲，虽然因为当初去清真寺的时阵，大家讲哎无10连制呢，感觉唔像讲无每一个人无留讲伊的联络的主旨。迄当阵是偌济人，啥物人伊去到迄个现场，可是因观察就是讲，大家嘛是喙暗有对着，所以风险应该佫有小可控制啦。啊，可是种啊，你也有去，你可能你用去甲，比如说卫生局的是啥，讲我迄当阵去现场，啊，我应该安怎做？啊，接下来你就讲啊，我用领保险嘛，不是？是啦吼，但是咱嘛毋望做疫情会当直接吼好啊动点吼，但是咱嘛讲到吼，真正技术有影这个辛苦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过去吼，因头拄咱讲因这个消毒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疫情安尼年外来啊啦吼，因这个心理的这压力吼继续来增加，所以航空公司嘛紧啊来调查这个感染的这个来源，尤其4个机队呢，毋是这个机队吼，是共一个机队，尤其这个机队吼，你是比如讲。是777的，你袂当飞其他的哦，你拢是共一组的，所以这感染源到底是安怎来发生，还是讲你到底排班有出问题无？啊，有人佫要怪讲哦，这个技术就是无咧注意防下啦吼，但是真正。迄当阵指挥中心4月12才开放讲，哦，这个机组人员会使开去注意防下吼，到单也袂2礼拜咧。咱嘛看到讲，头拄也有看到吼，差不多就爱飞出去外口吼，2天至4天或甚至5天、6天啊吼。所以因要安怎吼转来，啊因是毋是爱搁休困？啊因搁爱考虑着讲后一回这个派班，这个3天内底，尤其咱看到讲注意防下，其实你的这个发烧也好啦，身体无爽快，等等的，伊若去哩，是毋是会造成着这个飞行诶这个安全？这嘛是爱顾好调的啦吼。所以讲吼，你若是吼真正若是有去做的吼，乖乖去做的，还是讲吼排有对的吼。但是咱讲伊的效力，买到这个6月下底啦吼，咱看到讲吼，做完2剂才有这个保护力啦吼，所以咱即阵过来请教这个吼常务理事啦吼，这个皮皮啦吼，咱看到讲吼，针对着预防下这个部分，你安怎去看咧？尤其讲吼，这回这个部分吼，有人就甲讲啊，恁甲中营去比啦，甲华航去比，你安怎看咧？安尼比其实是无啥道理啦，吼，因为两个航空公司咧派班吼。对于这个机型吼，啊，甲伊派班的状况都无共款。啊，现现的因飞机就5台嘛吼，啊，阮就21台啊。是。啊，你比起来就是知影，阮伫咧外口的人是其实比因4倍较加个有剩的啦，吼嘿。啊，你若有8个人，你搁爱居家检疫，好，居家检疫之后，你还要做完 PCR，
阴性的，你可以当去步入社区，或者是在排班。是。所以你安尼讲2礼拜的时间，哪有时间互做较这代志？而且吼，阮4月份的班其实是3月份就做好啊。好，就是讲阮4月份1000多人的班表已经是做好的代志，啊4月15号、4月12号，啊机关就讲好，恁即马就来做，阮是无法度，除非阮规公司1000多人的班。全部拢顶来，顶来是一个大问题啊！吼，你想完赛，我排1个月的代志，要叫阮2礼拜排出来，真正是足困难的啦吼。所以讲，阮公司甲会讲，阮其实本来就是按算讲5月份来排班叫因来做，而且嘛是你讲的吼，头拄仔阮若资料是规定吼，48点内底是袂当去派飞啦，因为有考虑到讲可能有安全顶头的一个顾虑，所以。种这的物件吼，实在是讲，阮甲阮怪讲阮资料伤少啊，等等安尼嘛是，其实是无啥公平啦。预防下这个代志吼，是安尼啦，因为大家人的状况是无共款吼，大家家己的状况是家己较知影。参像讲，我有同事吼，伊就是有较敏感的体质吼，伊就感觉讲伊足敏感伊 AZ， 咱即摆看起来。就是报道看起来，伊可能会反应较大，伊嘛是唔敢去照啊。所以想讲，安尼我搁观察一下吼。嘛是真侪人讲，要做，毋过都有班啊，都排袂着。有的人讲拄好2-3天有休困，真好，我来排。结果一开始的时阵，可能是这联系上的问题吼。哇，无通好做，你知无？你在想讲我都要做，无通好做，因为额满。种的问题拢有啦吼，我讲这注射的代志，头拄仔咱有一个专家有讲啦吼，注射大家的状况，大家都家己清楚吼，应该是要尊重啦吼，这嘛毋是人权的问题尔。是。比如讲啊吼，阮有个人的技术，伊的这个证件吼，是美国的证件，像我本身嘛有美国的一个这个航空人员从业的这个证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教师机师的证件，因为我是 FAA 分互我的吼，所以讲我爱符合伊的规定，今仔日 FAA 伊就讲伊即马认可的3项，这3项就无 AZ 啊。OK。所以我即马嘛爱想讲，我来去做 AZ， 我选择到底是倒位安尼？是。嘿，我的证件敢会有问题 ？OK。毕竟这是我的专业嘛吼，我的证件若真正有问题，敢会影响到我后壁做工课。吼，而且是讲我万一，嘿啊，阮技术上重要就是身体嘛吼，阮半年拢要做一个体检，吼，体检嘛是真严格安尼吼。万一我即摆做这个啥，对我来讲有一点后遗症，造成我第一时间内底时间，还是讲我以后拢无法度搁继续飞落去安尼，我是要安怎？了解，所以咱们看到讲吼，这个预防下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譬如讲头拄仔咱讲的 AZ 吼，都无伫这3项内底，人就要承认 Pfizer 啦，人就要承认 BAT， 还有咱讲其他的这个 Moderna 等等，都是无咱的这个 AZ 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吼，就是江森哈，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咱无法度去选择吼，可能嘛技术这个技术要去做的这个意愿吼，这个医术你安怎看？我讲世界是有好就有歹啦吼，台湾就是因为防疫做了袂歹，中央疫情，中心拢讲，台湾无疫情，你既然无疫情，大家就是讲，我无疫情，我何必去赶紧去做，对无？所以台湾是安怎做较少，一方面当然是无疫情，第二方面，咱家己无生产疫苗，虽然国产的有咧做啦，还袂出来嘛。你即摆干那 AZ 疫苗入来，但是你搁讲，抑搁莫丹娜要来，你即摆搁有人嘛咧宣传讲，是毋是个 BNT 这辉瑞是毋是有那要入来？是。大家就想讲，我既然 AZ 疫苗效果差不多70-80%上悬，搁有一寡副作用一直在用宣传，所以大家想讲，这个疫苗我无啥去做嘛。我想要做较好的嘛，你如果较好的伫后壁咧等啊，毋是讲无啊，国产的即摆评价嘛，佫比迄个 AZ 较好哦，所以大家来想讲我是毋是较慢开来做，我做一个较有效果的，较永久的，莫讲做咧有效无效，抑佫毋知影无互肯定的代志啊，所以足侪人咧等 ，OK， 等看迄个即个咱本来咧讲无打来疫苗，但是咱无讲到
迄个辉瑞BNT 疫苗。是。啊，但是最近佫有消息讲，辉瑞嘛有买着，毋知是真诶也假。有当时这消息都咧传来传去，有当时有真诶也假，真假，有当真歹讲啦。所以，显然这个医疗人员，敢若差不多无到10%的人，去做尔。是。就是安尼，大家嘛是咧想这个代志啊。作用无讲介好，副作用佫互宣传介遐歹。大家就是讲，我何必来做？注射毋是讲我注了佫做就好咧。我操咧做咧就做一摆尔，毋是讲我做咧就后边佫做一个就好啊。你想看总统是安那无要做 AZ 疫苗？伊是讲要等国产的这个医用车出来，我开来做啊。因为总统选替迄个国产的迄个医用车广告是上好的代志啊。伊无需要去做 AZ 疫苗去替 AZ 疫苗宣传啊。所以咱在等，大家在等嘛。啊，你既然讲咱无疫情，你佫讲这个 AZ 疫苗效果袂遐好，佫有遐侪副作用，甚至个副作用讲脑内面的迄个血管会用脱掉，什么身躯内面内脏的迄个血管会脱掉，大家听了嘛惊到要死啊！这个我讲咱这电视啊、新闻报纸时常咧报这个代志啦。所以我讲咱嘛袂当怪迄个，咱讲人民啥，咱拢无要去做，拢无要听迄个陈时中部长的话，嘛是有这个缘故啦。所以咱嘛爱考虑，是讲你看迄技术。伊嘛有人讲安尼啊，伊讲我干来当做一摆尔，我来做一摆无用胜任，啊，我是毋是要搁做第二摆？是。啊，你是讲要搁做第二？做第二摆，你今仔做 AZ 疫苗，后边搁做 BNT 还是讲莫德纳疫苗？这是无研究的咧，安尼做会发生啥问题？无人知影，无人知影。理论上应该是无啥问题，啊，但实际上唔知影。啊，我家己当做一摆，我要做啥？我当然要做较好的，我当然要做迄个 AZ。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这个国外吼，咱咧采买的这个部分吼，咱讲这阵 AZ 吼，差不多1000万剂啦，陆陆续续会来到台湾。另外咧，莫德纳也有500万剂吼，直接向这个药厂来去买啦吼。啊，另外这个Pfizer甲 BNT 有50万剂吼，啊，这阵吼这个数量可能是有啊，但是吼，咱嘛看到讲，因也无讲甲真明确，因敢若讲有一寡这个冷链系统已经开始咧做准备啊，嘛讲因为吼毋是讲因遮完全来才去准备这个冷链系统吼，代表讲正是要开始咧运用啊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国内这个放射这个部分啊吼，咱看到讲国内3大药厂啦吼，这阵已经完成第2期的这个试验收案的吼，是这个高端加这个联亚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教授啦吼，你有去做啦吼？啊，听讲咱过去嘛是共款吼，你遮会酸会麻啦吼。啊，是安尼要去参加国产的这个部分呢？我简单说明是什么机缘，我来参与啊这疫苗的注射吼。一方面吼，我一个朋友伫国光生技吼做疫苗研发，伊甲我讲伊真烦恼，无人要来参与啊临床试验。吼，我来讲你别烦恼，若是你烦恼这我就来响应。另外一方面咧，我伫大学咧教册吼，像这疫情的新闻，阮咧新闻系学生吼，甲老师逐工咧讨论。啊，你做一个大学老师，煞毋敢以身作则，你要甲学生教册，所以讲我嘛来收听。但是我去年9月啊，政府开放登记的时阵，我伫网络啊登记讲我要参与啊这临床试验。但是啊，过2个月了接到电话，算毋是国光生技卡来，算是高端。OK。啊，原来是国光生技啊，上架出问题，所以讲高端卡来。我是讲了头咧洗落来，就提落来吼，就参与啊临床试验。啊，一般身边的亲戚朋友、甲学生啊、家人拢支持，但是有少数人是我机会的问题。第一种是讲，你是毋是头壳歹去来参加这？参加国产的哦，是，是安尼问，安尼甲你问下。是啊 ，OK， 我是来回答讲，就是头壳无歹去才参加。哎呦，因为你疫苗要研发，一定要人做临床试验嘛，无你要研发，所以讲这是头壳无歹去。有人甲我问讲，啊，你是毋惊死？这有风险呢。我甲回答就是讲，惊死才参加，因为家己嘛做真侪功课。因为咱一般疫苗的试验吼，是先为动物做起。啊，人体有3期，啊，这高端第1期做45个，第3期是因为咱疫情较紧急，合咧做要收3700个，即摆收完是超过4000个是袂歹，所以我是第2期的，吼。那伊用做2剂啊，第1剂是过年之前，第2剂是过年了后，目前是规章好好，无代志啦。是注射所在眼药啦。这阵个月吗？
第一这是硬油人工，第二这是硬油车4、5工生。当当然啦，有人问我是不是拍到安慰剂，这个叫签到医生吼，叫placebo 嘛 ，placebo 嘛，好应该是不是？因为那注射这生理消炎水应该是袂硬药啦，我硬药几啊工，但是无影响运动啦。所以讲。唔是讲袂惊死，但是就是惊死才是先自先保密嘛。第三个有人甲我问讲，教授你是毋是消摊去领去趁外劳啊？这有通钱通领。万外块啊！嘿，我甲大家报告，爱去6摆。好6摆总共领12500。好每一摆拢才2、3点钟，有人时做体检，有人时是回诊咧抽血，有人时是注射，个甲量血压，个医生来问诊，每一摆拢2、3点钟。那是你无头路，可能会使趁外劳啊。但是你若有头路，无讲真好趁。我是想要讲吼，这一般咱媒体拢报道讲啊，有人得疫情安怎，拢报道迄严重的。但是呢，大多数人拢无代志啦。吼唔通以偏概全。媒体报道唔通来恐吓社会。爱扮演家己的社会责任，这是正途。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教授对这个咱的国产疫苗嘛真有信心吼。其实国内真侪人物嘛是对咱国产疫苗真有信心，尤其高端甲联亚吼有一间是这个 NIH 吼美国的这个系统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是甲美国这个预防射是较无精差的啦吼。所以伫遮咱讲后半年真正会做会到，我相信这个问题嘛，从自这个旧年嘛到即阵啊，有无？会啦，我即摆吼，我看者。像咱即摆高端的吼，甲联亚吼，我即摆先讲伊即摆进度吼。是。联亚部分是拍2剂拢，甲4月底拢会拍了。伊即摆要拍就头有讲过3700外人安尼吼。联亚因老讲吼，伊阵有用测试的方法，就讲南非变种病毒有效啦。高端的部分咯，因为即摆共款拍2剂吼，因为伊即摆甲拍2剂，目前伊对。南非变种病毒吼无效，所以伊讲即摆咧要变更伊的方法是要拍第3剂，这第3剂5月底会完成。伊信不信伊安尼讲啦？5月底会完成。即摆目前呢，咱的卫福部指挥中心吼倾向于吼要5月底时阵，要差不多5月中旬就要开会啊，来决定讲这2个是毋是要时阵要核准。即摆倾向是6月要核准，7月开始拍。即摆是目前的进度是安尼，但是目前即摆吼，因为咱的疫情内底吼，大部分要无南非变种的病毒的风险，甲即摆加有所谓的讲咱的英国的这个变种病毒，这两个方法吼，高端也是联亚对英国变种病毒拢有效。所以安尼讲起来，若时间会使吼。7月应该会开始拍，这是咱目前最乐观的想法。有影吼，咱就欢喜来去看讲吼，这2个这个进度，高端甲联亚啦吼。所以咱要看到讲吼，这个全球疫情也尼啊严重，尤其咱看到讲印度高日吼35万的确诊，小连续几日讲拢是30几万吼。另外日本共款，今年奥运到底会使办啊袂使办，嘛有人来质疑啦吼。咱先做来看。英国已經開始將呼吸器、氧氣濃縮設備送去印度，第一批物資25出發，27會到。We're sending out an emergency shipment of over 600 items of equipment. They're ventilators,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the Indians need at their hour of need, really.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捌講過，有風險以美國優先，用村內才會對華援助，不過即馬印度疫情真嚴重，必須美國才會出手到3天。北京講已經立即提供有風險原料予印度製造商，這是印度方面希望美國取消2月份實施的有風險原料出口管制了，美國上新的決定。Oxygen supplies, drugs, tests, PPE. 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that's going on in India. 歐盟會提供印度上述設備甲藥物，法國、加拿大也講未到3天。加德里當局因為領土經濟關係緊張嘅巴基斯坦提供醫療設備。總理伊姆蘭汗推文祈禱印度趕緊恢復，世貿組織愛德斯基金會提供50台救護車。印度離國通報過去24點鐘久，新增加確診加死亡比例攏創新高，德里宣布延長封鎖1禮拜。हम देख रहे हैं कि दिल्ली में ऑक्सीजन की काफ़ी ज़्यादा समस्या हो रही है। दिल्ली में ऑक्सीजन की काफ़ी कमी महसूस हो रही है।
लेकिन ये पूरी अलॉटमेंट भी अभी दिल्ली में नहीं आ रही। 离岛里200公里远的一间设计标，也摕上诉堂去斗3工。庙方讲，一罐会当帮助30位人，所以已经帮助1200人。这波疫情来了紧又搁严重，印度健康官员批评讲，国家有几年的时间做准备，严格拢无做。第2波疫情开始的时阵，大型宗教集会、政治活动也搁照办。民众对总理莫迪批评的声音愈来愈多。莫迪2讲，第1波疫情控制了真好，所以对防疫有信心。不过这边的情形已经撼动几个国家。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哇，看到这个印度吼，实在真严重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有的飞行机落机了吼，无要吼，咱讲吼，无要来去做检疫吼，就咱偷走嘛有这个新闻的这个案例啦吼。咱们看到讲吼，咱头讲到35万吼，差不多35万吼，咱来看到伊的这个确诊，啊，小连续个4天是超过这个30万吼。咱讲因这个首都内底吼，每4分钟都有人吼治病来死亡吼，这波疫情吼啊。老巴肚的啦吼，也是讲这个老花等等的吼，啊，因为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传染性搁较强吼，所以即阵嘛看到讲国际吼来团这个吼援手吼，要来甲因救援吼。咱即阵嘛要连线吼，伫咧印度明美大商会长吼陈小丽，小丽你好。大家好。是啦吼，咱看到讲即回这个印度是安怎会遐尔严重？有人讲啊，因遮就做着一寡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是安怎两亿剂？啊尾啊，咱看到疫情会拖遐尔严重，你安怎看咧？顶摆的时阵呢，因为真侪人拢是轻症较侪，轻症的时阵大家拢伫咧厝的休困啊、加油啊，差不多1礼拜就好啊。所以讲大家是无要无紧，亲像感冒共款，所以讲。大家都无啥咧重视啊，这样再讲一摆呢，这摆来得又快又猛啊，所以说大家就是来不及反应啦，所以讲大家都唔知影是遮严重，搁有是讲碰到当地真侪选举啊选举的状况，搁有真侪大型的宗教的节庆，像台湾那个妈祖类似这种，所以讲。很歹控制啊。OK。对啊。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政府到底要安怎收煞咧？尤其咱看到讲吼，国际这个救援直直入来，但是政府遐有法度因应无？政府这种呢，其实呢，印度呢是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印度是足大的，然后各个州啊是家己自己政府自己去决定，所以讲情形虽然说是疫情失控，但是比方说孟买所在所伫这个马州是港管是状况是较好，它从大概4月初的时阵就开始封城，所以说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啊，所以这个时间到现在，其实孟买是相对的够较稳定的，所以说没有到什么医疗缺乏这么严重的状况，所以讲反而是后来才封城的那个德里还有那个邦加罗金巴尔西双相当的严重。对。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印度的这个人数13000多万人吼，即阵咱看到讲小连续呢吼，差不多5天的时间已经100多万人来确诊。虽然讲有的疫情的这个所在是较这个和缓的，但是其他的这个所在是看吼，这个小连续是一直来增加，可能伫防疫者吼真正无搁做甲真透漏啦吼。所以你咱看，你会想讲，这大商安怎去运营无？面对着吼，所以咱讲大商较济所在伫倒位，因安怎去做因的这个做法咧？台商今麦伫印度大概是德里Gujarat 叫Gujarat， 还有那个邦加罗3个地方啦。是。不过孟买就是都相对的稳定。今麦就较严重的是德里跟邦加罗。不过所有的台商的员工都是伫厝的伫上班，所以讲是还好有在控制当中。还有呢港场嘛是有消毒，彻底消毒，还有。叫分服业员工去做检测，还有那个去怕那个打那个疫苗，所以说其实台商其实还蛮有经验的，所以说目前台商拢有咧做啊，所以都还 OK， 还有在控制住。是感谢咱的这会长吼，讲这个咱伫台湾，咱伫这个印度的这个台湾台商吼，也是真稳定吼，伫遐吼是距离来去上班吼，该做的这个消毒嘛做甲真透啦吼，出门在外吼，万行拢爱去注意啦吼，感谢会长，感谢。
咱继续过来带大家来看讲吼，除了印度以外，还佫看到日本，还佫有一个巴西 Brazil 啦吼。咱看到讲，即阵吼要办奥运的，到底会办落去啊未啦吼？咱看到讲吼，4月25号，这个乌萨卡新增加1050例啦吼，小连续吼是6天吼突破到1000例啦吼。啊，东京嘛是新增加635例啦吼。4月25加这个5月11号，针对这个 Tokyo 啊、乌萨卡吼，这kyudo等等这4道河关吼，有第3摆的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吼。但是有人讲，哦，就是进前这个事态宣言吼，一届、2届、第3届已经无感觉去啊吼。啊，有人佫讲吼，这个228吼，因为这个228吼，第2届吼，加这个紧急宣言，这个解除了后啦吼，啊，大家看樱花啦吼，所以大家拢活伫咧咱讲市区内底啦吼，也是讲吼，真正伫咧公园内，啊，有诶佫无挂喙炎，所以因即阵佫有另外一个新的这个病毒吼。N501Y 啦吼，这个病毒可能讲会取代掉原本的病毒，咱佫请教这个苏庆子啊。咱讲即个 COVID-19 的防疫吼，两个重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人民。吼，啊，印度甲巴西，咱能真明显看，因的政府其实真有小可落差啦。其实巴西进前嘛算严重，嘛是甲印度共款哦，迄规个迄落散数啊拢无。所以真侪人就是你病甲足严重，喘袂过气，可是人淡遐，因为无散数。啊，印度即摆嘛是共款的情形。啊，你能看咱拄啊，咱小丽会长来讲就是讲，你像讲孟买，我即摆有政府也有做啥物措施？基本上我即马有讲，我有风声，我甲大家讲，咱卖凊彩移动，伊疫情就会降落来。啊，政府也无做，伊就去欠管，你真明显嘛。啊，你看日本真趣味，即个嘛是做落惨，你真歹相。我有一个朋友讲，伊之前去日本，就是疫情期间吼，啊，共款甲咱台湾哦，你甲机场你爱检查，检查了后你爱谈资料写，伊就甲你讲，你爱去做住旅馆，啊，旅馆就甲你讲，哦，你7天来，你几天你免安那到处去跑，对不对？伊讲安尼啊尔，啊，到尾暗时因去啉酒嘛，无人管，拢查无啦，嘛无咧查。嘿，就是讲，其实呢，你用想讲吼，其实。毋是每一个国家拢像台湾查甲遮尔严，吼，你一支手机啊是啥吼？你啊手机啊，较有叮当了，你是毋偷走出去？啊，佫有迄出来摕泡面，安尼就会罚钱嘛？毋是，所以第一国家想要做代志，可是无做到遐尔认真。啊，人民像你讲，拄啊讲，啊，遮尔久啊，一届、2届、3届紧急，啊，看紧急嘛，无啥物紧急嘛，用去。唱歌，用去啉酒，用去创啥，照做啊，所以就一直压袂落来。啊，现在我感觉印度大家关心的是奥运啦，奥运对我来讲就是讲，用看大家比赛无，我较紧张的是印度，因为你知影。即摆进前啊，西方的国家看印度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己无管好啊，恁家己我咧隔山观火，你知影？想反正你请起来恁兜的代志，这毋是遮简单的，因为即摆因无管，你看伊的病毒开始吼一寡变异，一直变，啊病毒有愈侪机会变的时阵吼，伊有可能愈变更加高传染，也是更加危险的所在，所以免隔山观火，一定爱帮助。所以即摆介入有需要伤慢啊，你知影？因为你看伊即摆遮侪人，第二项我会关心的代志是讲，印度其实是咱全世界真重要的迄学名药的产地。哦，好，药啊因做做侪，即个预防疫苗嘛是因做做侪，能益剂。嘿啊，除了学名药内底吼，咱即摆迄度讲。咱药啊内底有一个叫做 API 啊，迄活性的成分，嘛因是真重要的产地哦。所以总讲印度规整个也无控制落来，伊整个也影响到因做头路因的经济境外。我咧讲，你小咱就会看咱真济药啊，是伊你就开始讲奇怪，我去药局那药啊那拢毋是起价，你是领无咧？领无。有影，所以这大家袂想讲啊，印度甲无关系真大。是，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印度的疫情吼，即阵法国嘛要来这个做控制吼，美国嘛要提供到这个 AZ 的这个预防针，但是因其实家己都有这个预防针这个生产，只是讲即阵要有能力哈，无原料啦，是讲有能力，因为这个疫情到底有能力过去甲生产出来无吼，这嘛是一大重点。尤其苏庆子也讲吼，买手可能咱这个药品吼，嘛会出问题啦吼。另外这个巴西这部分吼，甲4月加上这24吼，差不多嘛有67000外人吼，这个因为安尼来死亡吼，死亡人数是吼上济一个月份啦吼。咱看到讲每10万人吼死亡这个人数是美洲和这个南半球哈国家的这个冠军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这个全球疫情咧传啊，头拄仔咱嘛讲吼，这个自无人机讲到遮，啊嘛是代表讲全球疫情也阁是真严重的吼。啊，继续阁请教医师啦吼，所以整体遮
全球疫情无法度收煞，变异个病毒佫继续变。咱头拄讲到这个日本才是这个 N501Y 啦吼，伊这个日本是讲可能会取代原本的这个病毒，啊，另外印度才是出现着3定的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啦吼，所以一直咧变的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咱头拄讲的这个预防针嘛是要紧做啦吼。对啦，实际讲预防针紧做是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台湾吼，若真正要做了较好诶，可能咱爱赶紧入迄个莫达纳甲 BNT 这个预防针啊，甲国产的爱赶紧出来啦。赶紧出来，我相信大家要做的迄个意愿会愈悬。哦，你若愈悬，咱一下就甲做了，咱就无代志。咱台湾就会当控制了较。当然，这个病毒，咱讲这个一直咧讲这个病毒会流感化。是咱讲流感化，伊这个是 RNA 病毒嘛 ，RNA 病毒就是甲迄个流行感冒共款，拢是 RNA 病毒啊。迄就是变来变去，变来变。你今仔是什么 N501Y， 搁有什么 C614G， 搁连面搁一个新的一直搁出来，绝对一直在变。这病毒就是病毒要生存，伊就是爱变嘛。伊若有法度变，伊就会当继续感染别人，感染别人，伊就会当活伫这个世间啊。所以世间上的生物吼，拢是咧为伊的生命在努力嘛。啊，咱人嘛是咧努力啊，咱和病毒咱是咧对抗啊，咱嘛无爱死啊，啊病毒嘛无爱死啊，所以但就是安尼，你较聪明你就活啊，你若较不聪明你就翘去啊。啊，这个病毒一定是安尼，搁一直变的。今仔日这个 N501Y 唔是新的物件，已经早就有的物件，只是较早无伫日本流行，即摆伫日本咧流行，安尼尔啦。啊，印度即摆有3个迄个变化的病毒的迄个种出来啊！啊，表示讲，这个有当时这病毒甲这病毒会连做变做一个新的，个定做一个新的病毒出来，嘛是有可能。流行感冒就是安尼啊！哦，你若两个病毒伫一个人的身躯里面同时存在，伊就会当安尼，这个我摕你这个一部分，我摕你这部分，啊，变做一个新的物件出来。啊，这个新的物件有诶无适应。这个世间伊就无去啊，但是有诶适应伊就佫继续存在伫个啊。所以咱这个看这个病吼，咱无可能讲伫短期来讲甲控制，无遐简单啊。佮讲你疫苗若讲大家拢做了较齐全的吼，应该这个病毒伊无所在人去，伊会无法度变化遐大，可能一只都无的。但是人类对抗病毒吼，讲实在成功的吼无介济啦。我讲成功无介济啦，咱世界上。为互咱消灭的病毒就是天花病毒、天花病毒，这个病毒互咱消灭去的啊。其他的病毒你安怎看，嘛拢搁伫个啊。伊嘛要生存啊，啊咱嘛要生存。我感觉伊生存的迄个能力比人较强啦吼。较强，因为伊咧变足紧的，伊咧生伊后一代足紧的。你看伊生一个后一代，可能几10分钟、几点钟，伊就生一个后一代，而且一生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啊。是。啊，咱人类要生一个囡仔爱偌久啊？30年生一个囡仔有够含慢。啊，但是病毒足紧的啊，所以有一天世间的环境若变化，啥物人会活伫这个世间？我相信病毒会比咱较容易活伫这个世间，不是人类。是。人类无遐熬咧。啊，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全球疫情啊，这阵是1亿5000多万人来确诊吼，300多万人吼已经死亡，所以这个控制吼嘛有待吼咱过去一直咧讲的公共卫生也好啦，注意风险吼，这嘛要紧做吼。日本讲吼，这阵是1%的，咱讲注射的这个率吼，所以真低啦。尤其要搁办奥运，到底要互因办啊歹啦吼。上摆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全球疫情吼，啊，你嘛有家己去做这个试验啦吼，所以你安怎看起来讲，台湾会当做较好，但是国外恁个会安怎建议？是，生物学第一课就讲哈，教教人毋是新闻，人教教就是新闻。所以讲啦，100人去做预防针，99个人无代志，规常好，媒体袂甲伊报。但是这样出代志无爽快，媒体就甲伊报。这是会使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吼。记者朋友甲咱新闻媒体唔通袂记哩社会责任嘛，唔通过度来强调个案还是负面的事件。哦，像咱这节目足健康的，吼，咱为各种方向请来不同身份的学者专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安尼才会安定人心啦。所以讲，咱报道国内新闻，报道国外新闻，拢爱共款道理，唔通恐吓社会，嘛唔通造成啊咱社会在上的集体的
行行。是，有影啦吼，咱过去咧讲吼，真侪咧做流感预防针的时阵，迄拢毋是吼，咱讲吼真正致死的这个原因，讲这预防针都是有问题等啦吼。咱讲吼，这就莫用这个恐吓这张牌来去吼做媒体这个放送伫吼。啊，搁一届咱嘛讲到吼，5万吼这个飞机师这个事件吼，会当赶紧吼来甲收煞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啊这个技术吼，因真正嘛是戒慎吼，伫咧外口，安尼世界杯，因伫外口已经真这个顶尖啊吼，啊但是也是搁带着病啦吼。所以到底吼源头吼是出来到嘛交互这个指挥中心和这个华航继续来查好清楚啦吼。今日非常感谢这个首位来宾吼，如果咱讲这个技术工会这个常务理事，如果咱连线这个印度这个名马这个会长啦吼，真正真全面来去甲这个疫情搁一届吼，这个观众朋友来知影。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多谢，感谢。